19世紀中葉嘅上海，中國藝術風格同埋西方繪畫技藝結合，形成咗海上畫派。喺澳門，亦都有一班海派藝術家默默創作，延續咗海派畫風豔麗鮮明、一反淡雅格調嘅精神。畫海傳情，1月5號晚上9點，1月6號早上9點05分，澳視澳門91台，澳門人，澳門事。海派咧，其實咧就係海上嘅畫派。到19世紀末嘅時間咧，一班畫家咧就向上海一帶咧係即係謀生㗎。咁佢哋以自己嘅技巧，或者正所謂畫畫係為生活。佢用筆方面咧就主要就係好多線條啊，特別係人物方面咧係好隨意。其實佢嗰啲所講隨意咧，佢就心中有數㗎啦。每條線咧都係釘頭豎尾，即係意思話咧，落筆嘅時候咧好重，收筆嘅時候咧好輕，稱為釘頭豎尾。咁佢每一筆咧，佢係冇翻筆㗎。嗰個人物嘅面色咧，佢係渲染得好多層次。咁所以咧變咗嗰個人物嗰個，可能佢哋海派上海接觸到啲外嚟嘅圖畫之類咧，嗰個陰暗啊、凹凸啊，做得好明顯。特別畫人物嘅眼睛咧，佢就畫到個眼皮咧，都就好似得睡眼蒙鬆咁樣嘅，都畫得好有神㗎，就係咁樣。海上畫派係中國近代最具影響力嘅國畫派別之一，大概形成於19世紀中葉。當時上海成為近代中國經濟文化中心，吸引咗各地畫家雲集上海，形成咗唔一樣嘅中國風。其實學畫畫咧，畫畫細路仔嘅時候都中意畫畫㗎，不過咧就亂畫塗鴉嘅啫。咁後嚟就認識咗我師傅，即係周雲啊，周雲師傅。咁啊非常之開心啦。咁佢係教我啲畫畫嘅章法同埋用筆用色點去處理。咁啊開始咧叫做踏入呢個國畫嘅門。因為國畫咧，因為我可能自細咧都睇到一啲畫咧，就非常之中意㗎啦。咁啊，原來呢個係初都唔識得咩叫國畫，都只係用毛筆係咁畫。咁後嚟漸漸即係自己長大咗之後咧，認識咗啊，原來呢個門咧叫中國畫，簡稱叫國畫。咁啊，喺呢方面咧，自己就着咗迷咁樣啦。好多比方山水啊、花鳥人物都想去涉獵去學。但係咧係不得其法，當時不得其法，就係後來師傅嘅指點咧，就自己側重咗人物同埋花鳥。咁後期咧都涉獵下山水啦，都做下啦。喺繪畫技藝上，海上畫派借鑑中國民間同埋西洋繪畫技術，對於傳統中國畫進行大膽嘅改革創新。作品體現出時代生活氣息，融貫中西，獨成一派。由我懂事咧，一個有認知咧，咁我就已經係喺一個微型嘅海派嘅博物館嗰度成長。因為我祖父就係好鍾意海派嘅嘢，錢維安作品、沈心海作品、任伯年作品。咁佢哋都會有喺度，咁另外就係加埋我祖父自己嘅作品，再我一路成長，會再有埋我爸爸一路有蛻變出嚟嘅，一路會佢亦都加入咗佢自己嘅變化喺度嘅海派嘅作品。
咁變咗我就喺呢度一路咁樣成長。咁我喺嗰陣可能已經係慢慢就學咗，即係已經入咗個心入邊啦。我哋個修心養性就係拎住咗此畫不賣錢，留與日者看。咁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心態嚟嘅。當我哋畫嘅時候，你只係諗住係同門啊，或者一啲中意畫嘅人士一齊嚟欣賞啊，一齊嚟點評啊，冇所謂嘅，即係用咗呢種心態咯。我中意畫人像、畫人物。咁點解我特別喜愛畫人物咧？其實每一個人物人嘅面相畫出嚟，冇一張相同。如果可以話，譬如話畫油畫用其他咧係可以相同，因為有得改啊嘛。但係我哋水墨啦嚇畫嘅人像，你落筆打咗3間，即係就好似冥冥中一個天意咁嘅。即係同埋我中意畫下佛像啊，畫下一啲比較慈悲嘅像咧，就即係覺得內心啊好平靜，即係好似睇到喺嗰度睇到人嘅美同埋善喺嗰度咯。海派嘅藝術淵源具有多向性特質，一方面繼承民間嘅傳統，同時又吸收西洋繪畫表現方法，風格上面以寫實兼具工筆畫嘅特質，採取特殊嘅造型同埋華麗嘅色彩。因為咧特別佢海派嗰種畫法啦，因為花嘅時間太長啊，而家年青人正所謂笑好多啦，咁啊有冇專心去做呢樣嘢咧？呢個都係一個問題㗎，係咪？因為外國話你要捱得住嗰個自己苦心寂寞，要咁做呢樣嘢，除非真係好有興趣咧，佢就會重心落去。若果係否則的話，變咗就過眼雲煙，好難掌握得到。我而家咧就喺學校裏邊教學生上堂啊，咁啊但係主要咧就都唔係教人物，係教花鳥，即係話我頭先畫呢啲嘅花鳥。因為我係教嘅學生係55歲以上嘅長者啊，咁有時幾十年都未揸過毛筆，佢覺得好困難，咁啊要會用一啲深入淺出嘅方法咧，比喻啊，得佢好記性啲啊，咁就先慢慢得佢掌握得到。其實我爸爸收咗好多徒弟嘅，佢嘅徒弟咧唔係而家嘅一般我哋叫做嘅學生，佢哋係叫做弟子，係斟茶跪喺度斟茶嘅弟子。佢哋其實都廣收一啲門徒嘅，喺本土澳門，其實佢哋都係發展緊，甚至大灣區發展緊。我哋叫做桃李不言。好自然就已經係有呢個散播種子係散播咗，咁同埋喺推動嗰度咧，我感謝澳門政府嘅，其實佢哋都有推動，佢哋有引進辦過2018年咧都辦呢個海上生輝咧呢啲引進好多名家嘅畫展入嚟澳門嘅，咁佢哋都互相比對，都好多人去觀賞啊咁樣咯，亦都為我爺爺同父親咧都係辦一啲呢個術藝相傳嘅畫展啊，嗰時都好轟動。海上畫派特別可貴之處，在於佢嘅創新精神、題材同埋表現語言都係前所未有。下一節翻嚟，我哋繼續睇下海派畫家點樣傳承海派精神。我本人咧就其實我好中意花嘅，咁咧我自己亦都好中意畫花鳥嗰方面嘅畫。咁因為唔同種類嘅花，你要用唔同種類嘅筆法去達成你所需要嘅效果。唔同嘅筆落去，佢就有唔同嘅效果。咁而你畫唔同嘅花，你又要唔同嘅效果去造成嗰個花嘅嗰幅畫嘅效果。咁你嘅好專注咁落去，咁之後咧，你外界乜嘢，你係唔會再記得㗎啦。
其實畫畫咧係一個好治癒嘅一個動作嚟嘅，係令到你個人放鬆啦。對於我嚟講咧，我自己本身咧，我覺得花鳥我係容易表達佢嘅。咁嗰個花嘅嗰種優美啊，嗰個婀娜多姿啊咁樣，佢冇定型嘅，佢唔會規限我一定要畫佢係點嘅樣噶嘛。咁樣我就可以自己好自由咁發揮我想畫嘅嘢。海上畫派繼承寫意傳統，再融入刻印同埋書法嘅筆法，令到詩、書、畫、印四者相結合，開創作清末寫意花卉嘅新風格。除此之外，由於畫面濃麗鮮明，一泛淡雅格調，逐漸成為咗海派繪畫嘅基調。我哋有5姊妹嘅相嘅。周漢華與周家賢係兩姊妹，由佢哋爺爺開始就已經接觸海派國畫，直到佢哋嘅爸爸周雲更加係澳門國畫界知名畫家。喺耳濡目染嘅情況之下，海派畫風已經流傳喺佢哋嘅生活之中。初初咧畫畫咧就係因為我阿爸教啲學生我師姐啊咁樣去畫啲菊花，我覺得好靚。咁因為我自己有體會到畫，雖然我嗰陣時都未係正式意義上執筆去學畫畫，但係已經睇咗幾十年啦。咁我覺得真係畫一個菊花唔係咁容易，但係我見到佢好容易。由嗰陣開始，我真係拎住支筆去畫啦。咁當然啦，全部都係跟師傅啦，點樣行筆，點樣去做。但係我本人咧，就係因為已經經歷咗一段觀察嘅時期，我自己本身就唔甘於咁樣嘅。我自己好中意有啲咩表現出嚟嘅畫風，跟隨你自己嘅性格。你嘅性格中意邊樣，你自然而然你就會轉變㗎啦。因為我爺畫海派啊、人物畫咁樣，咁到我爺走咗，佢成個畫室都係顏料啊、紙啊，我爺啲稿啊。咁我爸咁佢就覺得好似好浪費，其實根本個人係好中意，先至可以有啲咁嘅感覺咁。佢就自己鋪紙嚟畫，咁樣咧佢嗰幅三寶佛咧係佢20幾歲嗰陣時嘅作品嚟嘅，佢就係第一幅嘅作品，意義上嘅第一幅作品。佢當時嗰個畫風咧係真係好發達，嗰個線條啊咁樣。咁啊呢個係海派嘅畫法，嗰個面相300面。佢呢個特點就係額頭兩邊面，你記唔記得係即係做到好似打咗光咁300。咁同埋佢咧嗰個面相，佢自己係改過嘅，比較慈祥嘅。同埋佢好多時之前嘅畫稿嘅人物，佢係嗰個距離係遠嘅，中距離。佢而家呢個就係好似 close up， 即係近咗，所以佢嗰個面相係做到好慈祥，好纖細嘅做得。同埋佢海派咧，佢哋畫嘅衣摺啊、衣褶嗰啲線條咧，佢行線嘅，佢勾勒佢都係用行筆，好似寫字咁。所以國畫係叫寫畫嘅，國畫吸引人就喺呢度。海上畫派承繼咗唐宋傳統技藝，吸取明清名家之長，又受到清代金石學嘅影響，畫風瀟灑放縱，又雄厚古樸。同時亦都受到西方美術觀念嘅影響，用色豔麗，作品豐富細膩。海派咧已經由文人畫啦，一直演變到我爸嗰陣時咧，佢畫嘅畫咧，佢好似唔甘心於淨係套一個稿，跟前人咁樣畫。佢係用海派嘅基本畫工，所有嘅一套嘅套路係用翻晒，但係佢嗰個作品出嚟，佢有佢自己嘅思想㗎。譬如嗰個停琴聽院，當時嘅士大夫先至有資格學琴㗎嘛，而低層嘅人只可以彈院、賣唱啊咁樣。咁所以佢呢一幅畫係好有寓意嘅，而係嗰個士大夫停咗自己嘅琴，
佢要聽人哋講，聽啲低層嘅人，其實係願意佢收咗聲，聽人哋嘅傾訴。佢嗰個眼，個士大夫個眼好專注嘅，佢唔係話求其我聽你講，佢係真係好專注。佢畫嘅人像全部你可以細心去睇，每一個人物佢都有佢本身做緊嘢嗰陣時嗰個思想感情喺度。咁自己學識到嘅嘢咧，基本就真係好想去教識一啲好想學嘅朋友啦，即係我嘅學生啦。因為同埋咧，真係我哋海派嘅花鳥畫咧，係好唔同嘅。因為我哋真係一筆落去咧有幾個色嘅。咁樣我而家又加咗即係近年而家嘅現代國畫又興咧潑彩啊乜嘢，咁我又唔潑彩嘅，我係重彩，但係我又唔係成張畫重彩，我又加彩落去，咁樣即係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去製一張作品出嚟。咁我又好想將呢種嘢教俾人哋嘅，所以我係繼續會嘅，我繼續會教學生。咁亦都係對於我哋海派嘅一個花鳥畫嘅係一個傳承，我都有盡過責任。海上畫派唔拘泥係單一風格，融合傳統與外來藝術，強調創新同埋多樣性。每一位海派傳承人嘅作品都有住自己嘅個性，海納百川，兼容並蓄。本集節目內容喺網上同步播出，可以上澳廣視網站tdm.com.mo 收睇節目。